我而家就睇下5月20號到24號總共有幾重嘅頭髮數量啦。咁啊擺咗一日20號啦，跟住21號都係冇反應嘅。22號、23號，黐住咗。24號，結果係冇重量，同之前一樣，一啲反應都冇。咁就唯有繼續儲下先，儲到可能1個月，可能就會磅到啦。即係啲頭髮嘅重量係實在太輕，輕得滯，所以咧佢就冇反應。但係呢個磅唔夠靈敏，即係可能佢一定要重嘅嘢先至可以磅到。呢啲太輕啦，所以就磅唔到。咁咪遲啲再跟進下，究竟1個月即係我儲到31號之後睇下有幾重啊！